阿 sa 好哭話：小寶貝，真的捨不得你。台上越笑就覺得阿 sa 越 pro。尋日孖姨健出活動，見佢現在雙眼通紅。係啊，呢排日日開工，琴日都開到4-5點，拍緊套吹技啊嘛，初技衰。但工作其實只係為咗麻醉自己㗎咋。佢隻狗狗肝硬化走咗啊！我嘅小寶貝，媽媽真係好唔捨得你。早幾日咯，而家好啲咯，即係盡量都，即係盡量都唔係好想諗咯。咁所以日日都即係occupy晒啲時間咁啊好啲咯。係我真係咧我一諗起我就，但係呢一隻就係養最耐，養咗10幾年。佢瞓住走嘅，咁其實佢嗰個病都即係纏繞咗1年嘅啦，已經。咁都有啲即係都有心理準備，不過都覺得唔想再養。講起男友有冇氹返佢，原來 William 隻狗都因為皮膚癌走咗啊！